这咱咧讲的就是立体册，安尼个텐开，这是台湾的传统的布袋戏台。哇，布袋戏那一般讲叫做彩楼啦，哦。哇，这是表演的所这用来在。表演的所在，啊，你这红啊，就拿来表演的，哦，安尼。嘿，老师，你感觉有更加厉害啊？当然有啊，互恁约看嘛，这一本册有偌大张。这本册安尼哦，啊，对啊唔，就遮大张尔。无惊到呢。袂啊咧，有啥惊到？哇，来这等，哦，不是敢若长尔哦。哦，搁这大张。哇，这本立体册텐开长有130公分，宽有84公分。我发现内底有一个秘密咯。TAIWAN 安怎念？台湾，我你个台湾藏在内底，哦，金小你有够厉害，真的假的啊？我藏起来拢无红知。你看，家母皮啊，佫夹起来，你是一个行个，真的啦，全世界你第一个我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足久以前设计的啊，所以设计的时阵藏在内对，底。我想讲，伊这个册用个甲台湾甲放在内底啦。你啊，毋过大家你无特别要甲大家讲，咱就是互迄种的读者吼，一寡趣味啦。这因为大家看是，那突然发现到这就感觉足趣味。就是你的设计，对对对对那像要送互伊的礼物共款。对对对对对，嘿对。